那年我只有3岁，看见妈妈装在一个四方盒子里，安详无声地睡去。她的头发那样黑，像她慈爱善良的眼，我不懂他们为何哭泣。后来我长到5岁，看见爸爸躺在雪白医院病房里，急促地想要呼吸。他的脸孔那样急，像是激动地发脾气，我害怕他也装进盒子里，像妈妈一样不再醒来，从此不再醒来。父母，我来到这里，如今转眼我已失去，过去的记忆虽有恐惧累积，现在我却不灰心不叹息，昂然抬头听见天父的慈爱，喜乐跨步奔去，因为他说我是孤儿的父。像妈妈一样不再醒来，从此不再醒来。失去了父母，我来到这里，如今转眼我已失去，过去的记忆虽有恐惧累积，现在我却不灰心不叹息，昂然抬头听见天父的慈爱，喜乐的跨步奔去，因为他说我是孤儿的父。失去了父母，我来到这里，如今转眼我已